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从第9页的最后一行呢开始做解释。那就讲到说呢，有境的属上方式。那我们之前呢，其实就有提到过，就是境和有境之间的关系。就是要了解有境呢，我们也知道说所谓的境呢是什么。那特别呢，像是在社类学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就讲到说，就是我们在讲到境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它分为就是常法还有事物。或者说呢，我们在讲所知的时候呢，就把它分为呢，就是志向以及共向，或者是说呢，又分为世俗谛以及圣义谛。那在讲到说有境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说境和有境呢是互相关待的，就是依着境呢，然后来关待有境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境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理解到所谓的有境呢，就是能够趋入于境者呢，称之为是有境。那这边呢，就讲述到说，我们在讲述境和有境的时候呢，那同样的呢，就是在讲述经部的时候呢，在讲述到中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提到说所谓的根道果三者，或者说讲基道果。那无论是讲根道果或是基道果呢，那其中第一个呢，就是根或者是基呢，它指的呢就是指二谛。那二谛呢，最主要呢也是讲到境的部分。那道呢，就会提到说，就是方便道以及智慧道是二者。那所以在讲境的时候呢，那境就是提到就是二谛嘛，就是讲到说像是世俗谛以及圣义谛。那因为有境二谛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在有了境之后呢，就讲到了有了境之后呢，就要有能够趋入于境的这个能够趋入于境者。所以能够趋入的境呢，它又分能够趋入于境的这个有境呢，因为境分为了世俗谛以及圣义谛，所以能够趋入于境的有境呢，又分为就是能够观察世俗的了知，以及能够观察圣义的了知这两种。所以在下部中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讲到基道果的时候，下部中它就是以境和有境呢来做囊括。那等到上部中的时候呢，它就是结合着基道果。那在道的时候呢，又会结合到就是上部中呢各自的见解呢来做解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到境和有境呢，如果说就是以就是四部中义呢，全部都承许的方式来做解释的话呢，那所谓的有境呢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它是能够趋入于境者，所以它称之为叫做有境，或者是具境。就像我们在讲有情的时候，那有情呢是中文的翻译，那有情它的藏文呢直翻的话呢，就是有心。有心的呢，或者说讲到说具备心的，有心或者是具备心的呢，称之为是有情。那境呢，它因为能够趋入于境的缘故呢，所以把它称之为呢叫做有境。那这个意思呢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境的时候呢，就是四部中义共同承许的境和有境的这种承许方式来说的话呢，那有境呢就分为三种，就是生、还有了知，还有补特伽罗。不过呢，在有境里面的生呢，它特别讲到呢，要是能全身。那能全身呢，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，它是要透由视符的作用所发出来的声音，就是由视符的喉舌所发出的这个声音呢，才能够称之为是能全身。也只有这种声音呢，才能够称之为是有境。所以，并不是所有的声音呢都是有境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了知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补特伽罗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有境呢又分为能全身、了知以及补特伽罗三者。那今天会做这样的解释呢，就是为了让可能有些同学呢，就是没有学过前面心类学的课程，所以呢，也可以那学过的呢，也可以顺便做一个复习。所以呢，就讲到说能全身、了知还有补特伽罗呢，三者呢是属于有境。那以能全身来说呢，它是能够趋入于境。那它的境呢是什么呢？我们就讲到说，比如说，能诠释平直的声音。那能诠释平直声音，它的去路径是什么呢？是平直。所以能诠释平直的这个声音呢，它是能全身。它的境是什么呢？它的境值呢就是平直。所以呢，平直呢就是能够诠释平直声音的去路径。因为呢，我们能够依靠着呢，能诠释平直的声音呢，透由这个声音而去入平直，或者说去了解平直。所以能够去入于能够诠释平直的这个声音呢，它本身呢是有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能够去入于境。
所以呢它叫做有境。也就是呢透由这个声音呢，我们能够去入这个境平质，或者是透由这个声音呢，我们能够了解它的境平质，所以呢能全身呢称之为叫做有境。刚才说除了能全身之外呢，那像是普特伽罗还有了知呢，它也是有境。那既然是有境呢，它就能够趋入于境。那普特伽罗呢是如何趋入于境的呢？那就像刚讲的，就是我们透有了能全的声音，能诠释平质的声音呢，然后能够去了知平质，去通达平质。那了知平质还有通达平质的是谁呢？是普特伽罗。普特伽罗呢，它由能诠释平质的这个声音呢，然后透由此呢，他去了解平质，他能够去证得，他能够去通达平质，所以他也是由此呢而去入境，他透由这个声音呢去入了境平质，所以呢他也能够去了知平质，去入平质，所以呢依此普特伽罗呢，他也是有境。讲到说呢，普特伽罗啊，他能够去了解平质，能够通达平质。那当我们去就是分析呢，普特伽罗他是如何去通达、如何去正的了解平质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说，是透由普特伽罗呢，他心绪的了知。无论说呢，他是透由普特伽罗他心绪的量也好，那或者说透由非量，那非量的话呢，就可以像是说，无论是在觉知也好，或者说他是以视察意的方式呢，就是有个大概的了解。那或者说呢，它是透由意共相的方式呢去了知，那这些呢都是透由呢就是了知去，它才能够去通达这个平质，去了解这个平质。所以呢，我们当去寻找说普特伽罗呢，它是如何去了解平质，如何去通达平质呢？然后追根到究底的时候，发现说最究竟能够通达的呢，其实是了知，因为是依着这个了知的缘故呢，普特伽罗它才能够通达。所以当普特伽罗呢，它是由它心绪的量通达平质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说普特伽罗呢，它限量通达平质。那普特伽罗它如果是由在觉知呢去了解平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只要说哦，普特伽罗呢，它并不是心通达这个平质，或者说呢，当普特伽罗的心绪呢是由现前去证得平质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讲说哦，普特伽罗呢，这个普特伽罗呢，它现前证得平质，或者说呢，它是透由心绪之中的了知呢，是透由意共相去证得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讲到说哦，这个普特伽罗呢是由分别心的去证得，所以普特伽罗如何去入这个平质，或如何了解这个平质呢？最主要呢就是依靠着他心绪的了知，所以才会说能全身、普特伽罗以及了知三者呢是属于有境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呢就讲到说，就是我们透由能全身，还有呢就是透由这个能全身之后呢，能够通达境的普特伽罗，以及呢就是普特伽罗呢，它能够通达这个境呢，究竟呢就是要透过它心里面的这个了知呢，然后去入于这个境，普特伽罗才能够了解。所以这里呢，在讲到有境的时候呢，就分为就是能全身、普特伽罗及了知这三者。那为什么在这边讲到，就是这里讲到有境呢，是从这边开始讲的。所以在讲到有境之后呢，就会开始讲到说新的这些分类。那在一开始呢，就是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，最开始是学习色类学。那色类学呢，它一开始呢，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呢，就是能够清楚的了解到说境呢分为哪一些。所以一开始呢，他先跟我们讲境，就讲到说呢，哦，就是存在的法类呢，它分为就是事物以及常法，或者说呢常无常这两种。那境呢又分为就是自相以及共相，或者说呢在讲境的时候呢，又分为二谛，就是圣义谛以及世俗谛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就讲到说要先讲这个境，因为呢，我们讲到说有境呢是观待于境之后呢去安立的，所以一开始在色类学呢先讲了境，因为如果说在色类学呢我们还不清楚的时候呢，就直接告诉你说哦有哪一些有境的时候呢，有哪一些了知的时候呢，就会变得太困难。所以一开始呢，先从境呢开始了解。那等到我们了解说哦，境呢就是分为常无常，然后自相共相、圣义谛、世俗谛之后呢，有一个概略了解之后，那到了心类学的时候呢，再开始告诉我们说哦，既然有境的话呢，那这些境呢，它是该如何去入这些境呢？才讲到说哦，去入境的这些了知。所以呢，
我们在讲一开始在色类学的时候，就先讲到说所知，所知呢分为常无常。那有了尽所知常无常之后呢，就假如说它既然是尽的话，就表示有一个能够去入于它的了知。那什么能够去入于它呢？就是能够透由心呢去了知的缘故，能够先去了知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所知。这个所知是被谁所知呢？就是由心呢去了知它的缘故。所以呢，才讲到说透由尽，然后呢再来讲述有尽。所以在上课的次第来说呢，就会一开始呢先讲述色类学，讲述色类学之后呢，再讲述心类学的次第呢，就是这样案例的。所以这种呢，就是我们在讲到说静的时候呢，就是有静的这种安利方式呢，那这个呢是事物中义呢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想要说呢，就是有静呢，它又分为呢，就是能全身，然后补特伽罗还有了知呢这三种呢，那在四部中义呢所承许的呢是都一样的。那除了四部中义之外呢，那同样的呢，就是乃至于说以外道图来说呢，他们也是做同样的程序，就是说在这一点程序之上呢是没有差别的。因为呢，法身论师呢他在著作释量论的时候呢，那同样的在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时代就是有一些程序量的这些外道图呢，他们同样呢也是程序到说所谓的有境呢，就是分为能全身、补特伽罗以及了知这三者。那释量论它里面最主要的争论呢是来自于哪里呢？既然说有境呢分为这三者，大家程序的方式都一样的时候，那到底是在争论什么东西呢？到底是在辩什么东西呢？那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说趋入于境的方式，因为呢，外道呢他们会讲到说声音还有分别知呢，它是成立法，但是呢，在法身论色释量论里面呢，就是以智中来说呢，是承许声音还有分别知呢，它是遮前法。它是潜入，它并不是沉入。就是这时候最主要呢是对于说去入于境的方式呢有所争议，会讲到说呢会讲到能全身以及分别知呢它是潜入，这个是智中的讲法，但是他中呢是承许说能全身以及分别知呢是程度，所以呢最主要呢是在这一点呢去做争论，并不是去争论说有境呢分为哪几种。那有境的程序方式就是除了内道的四部中义之外呢，那外道呢程序的方式也是一样的。那所以呢，在量论里面呢，我们知道说释量论呢，它又分为四品。那在四品里面呢，最主要呢是在第一品里面呢，就是讲述到说声音呢，还有像是分别知呢，它是潜入，所以呢遮止的声音还有分别知呢是沉入。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在第一品的地方呢做解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回到就是第9页的地方。那讲到说有境的主张方式呢，对于经部中而言呢，就是有第一种呢，就是主张运的相续为补特伽罗的势力，以及呢就是主张呢意识为补特伽罗的势力两种。那这里呢就讲到说，第一个呢就是运的相续为补特伽罗呢，那承许运的相续为补特伽罗，最主要所讲述的这个运呢，指的是四运，就是我们在讲到说，一般讲运的时候呢，有提到说色受想行识五运。就像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呢，心经里面就是有讲到说无色受想行识。为什么会讲到说无色受想行识呢？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一切的所知，一切的无为法，一切的有为法呢，都可以收摄在色受想行识无者里面，所以才讲到说呢无色受想行识。所以在讲到五蕴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一切的有为法呢都能够收摄在五蕴，所以这里所讲的蕴呢，特别呢是指第五个呢是指四蕴。那这个四蕴呢指的呢就是补特伽罗心绪里面呢，就是能够从过去生呢投身到今生，今生再投身到来世的这个世运，而不是指的一个就是总的一个世运，所以它指的呢是补特伽罗心绪当中呢能够不断投身的这个世运。所以这里讲到说主张运的相续呢，就是指到世运的相续呢，来作为补特伽罗的势力。那这里呢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说就是五蕴呢？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就是
因为以中观宗来说的话呢，中观宗他讲到说诸法呢都是无地时的。那在讲到说诸法无地时的时候呢，那他们会承许到说，在心经里面呢，他就承许了诸法呢是无地时的。那心经里面它是如何承许的诸法无地时呢？那也就讲到说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可以把法呢，就是分为就是无常法以及常法，那也就是所谓的事物呢和所谓的事物以及常法。那无常法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分为就是设法、心法，还有心不相应行法这三者。那设法、心法、心不相应行法，在心经里面呢是如何讲说它是无自性的呢？那就如同刚刚所讲述到的，就是无色受想行识。那无色受想行识呢，这五蕴呢就把所有的有为法呢全部都含摄进去。所以心经里面呢在讲述到说有为法呢都是无自性的时候呢，就是从无色受想行识里面呢含了进去。那至于说有为法呢，就是无色受想行识呢，从这个无呢，指的就是指无自性嘛，所以在五蕴里面呢，就是把所有的有为法全部都含摄进去，所有的无常法类呢都含摄进去，所以讲到了就是他们呢都是无地时的。那有为法呢，讲完有为法都是无地时之后呢，那无为法呢是从哪边承许说它是无地时的呢？那就想要说在设法里面呢，就是有为法里面的设法里面呢，那设法呢还又分为就是色受想行识。那除了色受想行识以外呢，色声香味触，就是设法呢又分为了色声香味触。那除了色声香味触之外呢，那无常的无为的这些法类呢，就是收摄在法里面，就是无声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所以是在法里面呢，把这些所有的无为法呢，就是常法的部分呢，全部都收摄在里面，所以才会讲说呢，心经呢，它收摄所有的一切的所知呢，都是无自性呢，就是透由这种方式呢所收摄的，所以才从这边呢讲到说，为什么会提到心经里面呢，讲到说就是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讲到说就是蕴的这个相续，也就是呢四蕴的相续呢，作为普特伽罗的势力。那第二种呢，就讲到说主张意识呢为普特伽罗的势力。那为什么讲到说主张意识呢，它是普特伽罗的这个势力呢？为什么讲到说意识它是普特伽罗？那最主要呢，就是我们这边也讲到说，就是我们在讲蕴的时候呢，会分为就是五蕴。那五蕴里面呢，就是我们的色蕴呢，它会消失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讲到说普特伽罗的时候，讲到说造业感果。那造业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到说前生呢是造业者，前生的这个造业者，他造了业之后呢，到来生的时候呢，还会有一个感受果报者。那这个造业者呢，以及感受果报者呢，那他是我们讲说是普特伽罗。那这个普特伽罗，如果说我们是安立色蕴的话，那造业的这个普特伽罗呢，他在临终的，他在死亡之后呢，他的色蕴呢，自然而然呢就跟着消失了。所以呢，色蕴呢是没有办法呢去色呢是没有办法去感受这个果报的。那如果说呢，普特伽罗呢，那好啊，它是色法和心法里面呢，它既然不是色法的话呢，那如果是安立心法的话，那心法呢又可以分为就是根知还有意知。那根知呢，在还没有死之前呢，就我们临终之前呢，根知呢，它就会全部都已经遮止。那最细微的意知呢，它会在临终的时候还在。那乃至于说呢，最细的这个意知呢，它除了说在临终还在呢，它会到中阴，到下一世。下一世呢，又投生之后呢，就是透由这一个意识的这个续流呢，它去感受这个果报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普特伽罗的时候呢，透由这样去分析之后呢，就发现没有办法安立色蕴。那没有办法安立色蕴的时候呢，就只能够安立了知。那了知里面的根知和意知呢，根知呢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根知呢在尚未临终之前呢就已经遮止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唯有意知，也就是唯有意识呢能够安立为普特伽罗，所以才有第二种呢，就是主张意识呢为普特伽罗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呢就讲述到说，就是安立意识呢为普特伽罗的势力。那不过这边中文是翻势力啦，但是以上次就是人们在解释的时候呢，这边以事项呢，就是
补特伽罗的事项呢，会比较符合就是藏文的原意，就是主张意识为补特伽罗的事项。那同样前面呢，就是运的相续为补特伽罗事项，还有意识呢为补特伽罗的事项。那这边呢就继续解释到说，那这里所讲的意识呢，并不是说意识呢它的字繁体，并不是讲意识本身，而是指说呢，就是我们先讲说意识是什么呢？我们讲到说意识呢，就是它本身呢既是意又是识的呢，称之为是意识。那我们在学生的学时候呢，就讲到说意，还有心，还有识呢，这三者呢是同义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意识的时候呢，什么叫做意识呢？就是它的真上缘是意知，以真上缘为意知所生的这个呢，称之为叫做意识，就是它本身又是意，又是心，又是识的这种呢，称之为是意识。不过呢，这里讲的意识为补特伽罗的事项的这个意识呢，并不是指意识的字繁体，而是指这个意识呢，它的其中的一个别项。所以在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为什么不会安立意识的字繁体呢？或者说所有的意识呢，都是补特伽罗的事项呢？那最主要呢，就是我们讲到说，就是以分别知来说，就是有分别知体性的这个意识。因为呢，我们知道说分别知呢，它一定不会是根识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意识呢，什么可以安立为意识呢？就是呢，它的不共真上缘是由意知所生的呢，称之为是意识。那所有的分别知呢，它都是由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意知所生，所以所有的分别知呢，它全部呢都是意识，但是分别知体性的意识呢，并没有办法安立为补特伽罗的事项，所以我们才说这边讲的事项呢，没有办法安立为意识的这个字繁体，一定呢要安立呢它其中的一个别项。那这里就讲到说，那我们要安立哪一种别项呢，才是称之为是意识为补特伽罗的势力呢？那我们就前面呢就讲到说，就是我们呢会造下三恶业，那造了三恶业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去感受乐果以及苦果的这个补特伽罗。所以呢，在讲到说我们造了善恶业之后呢，那造了这个所谓的善恶业，善恶业造下了善恶业，这个业呢，它会转变为习气。那变为习气之后呢，它才有办法去感果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讲到说这个习气的时候呢，那习气要安立在哪里呢？习气它既然要是能够感果的话呢，它就要安立在一个坚固的地方，所以就无法安立在色蕴之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安立在色蕴的话呢，色蕴在我们今生死的时候，这个色蕴就消失了。那你在安立在色蕴之上的习气，它自然而然呢就无法存在。那无法存在的话呢，就变成说业果呢它是虚妄的，它是欺狂的。因为呢你造了善恶业之后呢，这个习气消失之后，你也不会因此而感到乐果和苦果，所以它是不可能呢安立在色蕴之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它就只能安立在就是意识之上。所以我们所讲的意识呢，就是能够安立习气的这个意识呢，把这个意识称之为是补特伽罗的事项之外呢，其他的意识呢是没有办法安立为补特伽罗的事项的原因呢，就在这里。所以就讲到说，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习气它要存放在一个坚固的地方，就是一个能够让它一直延续下去的地方。那能够安立这个习气的这个意识呢，才是这里所讲的补特伽罗的事项。所以我们有讲到说，就是有一宗呢是承许七部量论的经部宗，所以七部量论承许七部量的经部宗呢，他在主张意识为补特伽罗的事项的时候呢，他所讲的这个意识呢，并不是说意识的这个总相，总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总相，或者说意识的这个字繁体，他所讲的呢是意识的这个别相，也就是能够存放习气的这个意识。那这里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其中呢，就是第一个就是主张运的相续呢为补特伽罗事项的呢，那是依循的就是俱舍论的经部宗。那主张呢意识为补特伽罗事项的呢，那最主要是依循着七部量论的经部宗。那无论是依循着俱舍论的经部宗也好，或者说依循着七部量论的经部宗也好呢，那他们两个呢，就是有一个最主要的共通点。他们的共通点在哪里呢？那这个共通点呢，就和中观中所讲的所破呢有很大的关联。因为呢，他们承许呢，就是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。无论是依着俱舍论的经部宗，或者是依着七部量的经部宗呢，他们都承许诸法是自性成立的。所以
既然承许是知法，诸法都是自性成立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承许呢，诸法呢在找寻之后呢，一定是能够找得到的。所以那同样呢，诸法在找寻之后都能够找得到的话，那同样补特伽罗呢，你去寻找之后呢，也能够找得到。那依着俱舍论的经部中来说的话呢，他就觉得说补特伽罗呢，就是我们去寻找的时候呢，你要找到一个实有的补特伽罗，那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自性成立的补特伽罗。那这个自性的补特伽罗呢，就是靠着这个运体的相续，也就是靠着世运的这个相续呢，这个补特伽罗呢，它是能够从今生，从过去呢到今生，今生呢到来世。所以呢，为此呢，他找寻得到的话，他就发现说，那唯有这个从过去到现在，由过去生到今生，今生到来生的这个世运的相续呢，唯有这个呢，才是能够把它安立为呢，就是实有的补特伽罗，就是能够自性成立的补特伽罗。那同样的呢，就是承许七波量论的经部中呢，它也是一样，它也是承许呢，就是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，它也承许呢，补特伽罗呢，既然也是法的一种，所以呢，它在找寻之后呢，一定是找得到的。那既然找得到的话呢，那该如何安立呢？那就是安立呢，补特伽罗它造了业之后呢，那业会转为习气，那这个习气呢，一定有一个能够安立的一个意识，所以呢，就把这个能够安立习气的意识呢，作为补特伽罗的事项。所以这两个呢，共同的程序呢，就是最主要呢是依靠着就是诸法都是自性成立，以及呢诸法在找寻之后呢，一定是找得到的呢，透由这两个安立了就是补特伽罗的事项。那这边呢，就先讲一下问题好了。就是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想请问仁波切，就是随经唯识派呢，就是承许就是没有心事的无余阿罗汉。那这个没有心事的无余阿罗汉呢，是不是有尽？那仁波切呢就讲到说，就是我们会讲说，进入没有心事的无余涅槃，并不会说是无余阿罗汉这样，就是会有没有心事的无余涅槃，但是不会讲到说是无余的阿罗汉，无余涅槃的阿罗汉。那这个呢，除了就是随经行的唯识派之外呢，那像是一切有部还有经部中呢，它也都是说如是的程序。那他们所程序的呢，就是当阿罗汉呢，他进入无余涅槃之后呢，他的心的续流呢就会终止。那所谓心的续流终止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像我们一般口语所讲的，就是人死如灯灭一样，就是当死亡，就是阿罗汉呢，他进入无余涅槃以后呢，它的续流呢就终止，就像是那个我们的油灯的熄灭一样。因为如果你油灯熄灭之后呢，即使你再把它点燃了，那重新点燃的这个油灯呢，它也不是承续着就是还没熄灭之前的这个油灯的续流，因为那个续流呢已经完全的终止。所以呢，在讲到说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，他在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那他的心的续流呢就已经完全的终止，所以并不会有讲到说无余的阿罗汉，因为无余的阿罗汉呢是不存在的。阿罗汉会入无余涅槃，但是没有无余涅槃的阿罗汉。所以呢，在这边呢就讲到说，就是像刚讲述到的，就是随经教行的唯识中，或者说像是一切有部还有经部中呢，他在承许到阿罗汉呢，他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将要入无余涅槃的这个阿罗汉呢，就会探讨到说，那这个阿罗汉呢，他心绪里面的这个了知呢，叫做最后阿罗汉之心。为什么叫做最后阿罗汉之心呢？因为他不会成为就是其他有情的一个进取因，因为他已经没有所谓的来世。他心的续流呢，就是当他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完全的消失，所以不会有所谓的成为其他补特伽罗或是下一生有情的一个进取因，因为他到这边呢就终止。但是并不是说呢他没有果报，因为我们讲到说，你只要是无常的法类，或是只要是事物的话呢，它一定会有自果嘛，所以它会有果，但是呢它不会有它的果里面呢不会有所谓的补特伽罗，所以才能够去安立一个最后阿罗汉之心。也就表示说呢，这个最后阿罗汉之心呢，它是不会成为任何一个补特伽罗的一个进取因的这个心呢，叫做最后阿罗汉之心。所以当阿罗汉进入了无余涅槃之后呢，就没有所谓的
无余涅槃的阿罗汉，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不特伽罗，这个时候呢只剩下了无余涅槃而已，没有所谓的无余涅槃的阿罗汉，就是这两点呢要做区分的，就是他进入无余涅槃之后呢，就只剩下无余涅槃，但是没有所谓的阿罗汉了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请问仁波切呢，就是能全身如果只是能够从喉还有舌呢发出声音的话，那像我们从网络啊，或者说像是录音机里面听到仁波切的声音，它是不是能全身呢？仁波切说呢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只是喇叭的声音，这个并不是能全身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想请问仁波切，就是经部中呢，程序只要是常法呢，就是共相。那是共相的时候呢，就要是为分别心所安立。那经部中它是否程序常法呢，是自性成立的呢？那仁波切讲说呢，就是这边呢，我们用比较容易的方式呢来做回答，就是我们讲到说为分别心所安立，就是中观中所讲的为分别心所安立，还有像是现在经部中所讲的为分别心所安立这个为字呢，它所要遮止的呢是不一样的。中观中所讲的就是为分别心所安立的为字呢，它是要遮止，就是寻找之后呢，找寻得到的这一点呢，是中观中他讲的为字所要遮止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在经部中呢，他所讲的就是为分别心所安立的为字呢，它所要遮止的呢，是遮止由因缘而生的这一点。所以呢，就是在不同的中义呢，他在讲这个为分别心所安立的为字的时候呢，所要遮止的呢是不一样。那同样的呢，唯识众在解释的时候呢，他所遮止的呢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请问人切呢，就是人死后呢，初分的色蕴消失，但是呢，五根仍然存在。那为什么安立习气不是在这个细分的色蕴？为什么五根呢不是不特伽罗的这个事项呢？那人切呢，最回答到说呢，就是讲简单一点的话呢，就是五根呢，它并不是坚固的。我们讲到说要能够成为安立习气的一个所在的人呢，它是要坚固的，所以意识呢才是坚固的。因为我们讲说就是讲到说人死的时候呢，色蕴消失，那五根还存在。五根还存在最主要理由呢，就是我们死了以后呢，就是会投到中阴身嘛。那中阴身呢是有五根的，我会讲说死后呢，五根还是存在的。但是这个并不是坚固的，因为我们是讲到说，如果你是投身到就是色界还有欲界的时候呢，那会有中阴身。但是如果说你是直接投身到无色界的时候呢，那根本没有所谓的中阴身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安立五根了。所以五根呢，它是不坚固的，就是它是不像意识呢这么坚固的缘故呢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成为就是安立习气的一个所依。所以五根呢，它是没有办法成为不特伽罗的事项。就是简单的话呢，是这样做解释。我想问一下，无色界的那个不特伽罗没有五根吗？是没有的，因为五根呢，它一定要是色。就是我们在讲色根的时候呢，就是会特别讲说它叫做具色根。为什么叫具色根呢？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色法的缘故，所以才把它称之为叫做具色根。那这个呢，是在四部中义呢，就是全部都是一样的程序，并没有任何的差异。